讲到这大罢免来到第3阶段咯，中选会伫暗头宣布审定头一批罢免案的结果，要伫咧7月26举行投票。各地头也继续伫咧催，亲像这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领含人伫面册顶头，伊就发表背自杀声明，讲有误导来介入这个罢免。若讲到要罢免这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的领含人做形成讲要辩论，若徐卡心强调无伫咧惊，毋过双方也未超好势。 针对全台湾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20公告，包括鲍坤基、徐卡心、王宏维在内，当中24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成案，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投票日定伫7月26。另外，南投马文君甲尤浩这两案，也伫管选委会补件审查当中。也若当伫补件期间呢，包括台中颜宽恒、杨庆英、江启臣、新竹县林书明，也有新北罗明才等5案。 没到届选不能忍，同意罢免民财滚。800支罢免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误导介入民主运动，因为罢免拿赢立委罗明才代表人17发出未自杀的声明，讲伊去互恐吓。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加强巡逻。即马当地补件期间，罢免团体是搁一届发声，叫罗明才落台。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 选举奥博的个出现了哈，那选举你就照规定要怎么选，把你的理念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哈。背回不实的谣言，罗明才搁一届唱歌回应，也若罢免拿赢立委徐卡心的代表人做形成，是一直话讲要甲对方公开辩论，不过双方针对地点甲形式是一直敲袂好势。 我今天呢就会把这个邀请信寄到反共什么护台什么联盟的他们的办公室，让曹兴诚先生6选1，不可能6选1你还选不出来吧？辩论对徐小新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啦。那他提的这个六个地方，坦白讲都是一样的，它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亲中亲蓝的一些选项。不过，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19日花莲宣讲。 以员工忠义的精神，这个拿赢立委鲍坤基对国家不忠不义，鲍坤基嘛出来反击。民进党应该适可而止。赖清德总统这次推动大罢免，不止违反全世界的民主常态，而且呢，除了把灾区当秀场，竟然也把宗教当作一个斗争的舞台。 林右昌20日人面册呼吁人民站出来，因为过去鲍坤基捌讲到顺我吃枪，逆我吃亡。这甲宗教当作是统治华人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